大家好，我係 Natasha， 今日同大家講話。今次嘅視頻入面，我哋會講到一位喺巴西好有影響力嘅健美女將嘅精彩人生。佢嘅名已經同健身界嘅勵志畫上等號。Monique Rossetto， 你有冇聽過佢？Monique 係社交媒體上嘅明星，日日都會同大家分享佢嘅訓練日常、激勵人心嘅建議同健康生活嘅方式。憑住佢永不放棄嘅精神，佢成為咗好多女仔嘅榜樣。大家都希望透過努力改變自己嘅身形同人生。但係呢啲成就係唔係一朝一夕就得到嘅呢？當然唔係。佢走到今日呢一步，係靠咗好多汗水、紀律同面對挑戰。就像 Monique 自己經常講，身體嘅完美係要用時間同持續嘅努力去打造。喺佢嘅成長路上，這位健身女神有過高低起伏，但佢從來唔放棄。佢嘅付出令佢參加過好多比賽，最後仲攞咗3連冠 Wellness 嘅輝煌成績。加上 Monique 係 Dragon Pharma 贊助嘅運動員，喺健身界站穩咗腳。不過佢嘅熱情唔單止限於運動。Monique 仲好用心讀書，佢有教育學嘅碩士學位，同時仲係心理學嘅學生。對咗，佢除咗中意健身，仲有一個大愛——森巴舞。Monique 有着完美嘅身材同迷人嘅魅力，已經喺全球攞咗一大班粉絲。喺 Instagram 上面，佢有超過80萬個關注者，鼓勵緊越來越多人追求健康同積極嘅人生。你又有冇跟隨過呢個咁出色嘅故事呢？喺留言區同我講講你覺得 Monique 嘅進步點樣啦！記得要俾個讚俾呢個視頻，訂閱我嘅頻道，開啟通知，等你唔會錯過任何新內容。下次見。